气候反常，温度一直破纪录。西班牙是有几落的省冲到44度，意大利的罗马甚至有可能冲到50度。AI 冲击工作机会，薪水阁超袂好势。所以讲，美国校内有的演员是按算甲编剧做伙罢工，超过300位演员赞声。荷兰小姐今年的冠军是一个下性别者瑞奇科勒，伊加出红80的乌影，要代表荷兰选冠军小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泰国国会今日是要选总理，众议院的上大党的头人皮塔，伊的声势上介好，所以讲在军政府是一定会甲主动。亲像即个泰国的选委会就向指控伊违反选举法规，讲伊是无选举的资格。皮塔支持者就随上去发起示威抗议。不过今日下暗6点过的时阵，这选举的结果是已经出来啊。皮塔无摕到过半的支持，所以讲后礼拜是爱搁投票第2轮。皮塔支持者透早就伫国会外口组织，希望施压国会议员将票投予皮塔。皮塔伫5月的国会大选，传领前进党赢得150席，争做国会上大党。随后，伊结合8大在野党势力，伫500席的众议中掌控312席。也毋过，参议250席拢是军政府指定的青军方阵营。皮塔需要摕到参众两院总席次的过半数，也就是至少376票，才会当做总理。皮塔原本离这个目标也差64票，即马条件更加艰难，因为投票进前，泰国选委会讲皮塔有一间媒体公司的股票，而且无申报，同时也阁指控伊明知影资格无符合，又外面参选，构成刑事犯罪，相关到处3年监禁也是罚款。专案已经移交宪法法庭裁决。皮塔支持者听到消息是气噗噗。ถ้าพรุ่งนี้เราถูกหักหลังเราถูกปิดประตูการได้เป็นรัฐบาลเสียงข้างมากที่มีจาก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ารลุกขึ้นต่อสู้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สัปดาห์ข้างหน้าเกิดขึ้นแน่นอน皮塔支持者批评选委会立场无公平，透過直播號召民眾行住街路小天。ต่อ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อ่ะก็ของโจรน่ะรัฐบาลโจรเป็นคนตั้งมาทุ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ฐบาลโจรหมดสวแม้แต่สว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อ่ะ抗議民眾有未少阿婆媽媽因提標語唱聲被抗爭高地。ลงถนนก็ต้องลง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14ล้านเสียงที่เราเลือกมาเนี่ยเราเลือกของเรามาคุณก็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รารู้ก่อนสิคะว่า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ประชาชนคุณก็ไม่อธิบายคุณก็ไม่บอกอยู่ๆคุณรีบส่งรีบตีความเลยมั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อย่างไงคิด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กัน選會促請憲法法院裁決進前暫停皮塔國會議員的職務。那泰國媒體報道，皮塔到雙方停職，理論上無影響伊爭取總理的資格，因為總理無一定由國會議員出任。不過相關指控一定讓皮塔本來就無穩的勝出機會遭受打擊。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北約峰會雖然是張煞過啊，成員國有答應講要予烏克蘭長期的安全保障，不過因說是無願意講明當時予烏克蘭加入。英國國防大臣甚至閣批評烏克蘭討傷濟物件，講袂輸甲因當作買物件的網站共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有甲回應，不過這聽起來親像在甲人正口倒寫。北約峰會12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結束。雖然喺俄烏衝突嘅議題，北約成員國普遍支持烏克蘭，同意繼續軍事援助，也毋過對着烏克蘭入會問題，也毋願提出確定嘅時間表，要求烏克蘭愛先滿足入會嘅條件。And in that major speech, he never mentioned Ukraine's aspirations to join NATO. He never endorsed it. That was a missed opportunity. 英國國防大臣瓦勒斯講，去年訪問烏克蘭時陣，受到武器的希望清單。伊講英國並唔是 Amazon 網絡商城，烏克蘭就要再感恩。這款嘅言語直接去搶掉烏克蘭總統。Ну, нехай він напише мені, як потрібно мені подякувати людям, щоб ми повністю були вдячними. А ще можемо зранку просинатися і вдякувати міністру. 除了這段無歡喜的小可代志了啊，烏克蘭這屆峰會依然得到 G7 國家承諾提供長期的安全保障。專家講，通看出成員國和烏克蘭保持同款的立場，同意講只有羅西亞放棄侵佔烏克蘭領土，才會當換到和平。澤倫斯基嘛受到熱烈的歡迎，表示北約已經接納烏克蘭。不過，關於水電匯集問題，雖然土耳其已經提出反對意見，該等國會批准，上近10個再有消息。另外，美國總統拜登接受去芬蘭參加北歐領袖峰會，強調芬蘭第3個已經成功加入北約。
同时针对气候议题、安全甲科技合作，和北欧国家进行讨论。公视新闻杨安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北约本地是要伫咧日本东京设联络办事处，不过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反对，全去互冻落来。马克宏是强调讲，印太地区无属于北约的范围。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最近是推出一个新的节目，派真侪艺人去农村做田。有分析就认为讲，这是咧倒宣传习近平的政策，鼓励青年下乡种植。英国《Times》报道，立前要求未成年少女拍色情影片的 BBC 电视台主持人，伊的身份是已经去互压出来啊，是一个大旗条主播爱德华兹，伊即阵是已经去互停职。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迪士尼公司这几年无出桥的作品，也因平台嘛一直咧了钱。所以讲现任的执行长艾格是延长任期，希望会当改变局势。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国防部表示，瓦格纳佣兵团已经把战车毁约交转去。若是这个消息是真的，瓦格纳兵团等于干那剩一个空壳啊。过来关心天气的消息，在欧洲、非洲真侪国家温度拢一直咧破纪录，真像西班牙有几落个省是连续几落天拢发高温的红色警报，涨到已经冲到44度。也若是意大利的气象单位，是甚至警告讲，这罗马会冲到50度。伫路行的人，每人手一罐矿泉水，用开钱热风的手嘛拢无停。路边摊补货品项矿泉水占上济。西班牙为这礼拜一开始经历今年第2阵火烧风，有34个省进入警戒，几落个省阁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不少所在12个气温也冲破摄氏44度，呼吁我工作人面临艰难的挑战。Nosotros no podemos protegernos con nada, simplemente beber mucho líquido, agua, Coca-Cola, mojarnos la cabeza para no deshidratarnos. 西班牙今年已经有2个人因为潮汕死亡，拢是伫做户外相关工作。西班牙气象局建议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佮提醒老大人甲囡仔预防潮汕。民众先把水装伫煲仔内，再滴伫头顶较凉。意大利同款面临极端的受风，10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气象学会甚至以但丁新克地壳片当中守护地壳之门3只头的怪物地壳犬，来为这个火烧风护命。这边地壳火烧风包括罗马加佛罗伦斯，气温拢冲到摄氏48度边。Ma noi siamo in visita, per cui domani ritorniamo. Noi siamo verso Trieste, fa caldo ma un po' più mite. Qui sole festa, infatti io mi sono scottato. 因为欧洲敢若较无一成家庭有装空调，互老大人甲囡仔面临高风险。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火烧风死亡，意大利的死亡率上悬，差不多造成18000人死亡。若是欧洲议会12针对一项自然保育法进行表决，以法律的约束力来保护甲开放欧盟的自然环境。不少议员拍拖啊庆祝，因为表决结果以336票赞成、300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刷来议会要对法案最后的版本进行谈判，目标是伫2024年改选前达成协议。环保团体讲，这是过去30年来欧盟头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立法。这个法案会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到2030年前恢复1/5的陆地甲海洋的自然环境。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南美洲的乌拉圭是当咧面临44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旱。政府除了乌井储水，竟然阁放令水道水咸度的限制。竟然是用井水透海水互百姓啉，民众讲这啉到咸笃笃，根本就无法度食，只好买矿泉水，开销加真上重。工作人员带工线要拍淡水为另外一个水源送过来，因为另外一座水库已经枯甲见底。南美洲的乌拉圭当面临44年来上严重的干旱，虽然这几天有小可落雨，也毋过上低只会当经几天，
最近几礼拜，为着民众有水通啊用，水务公司申请合并饮用水监督规范，将淡水甲河口的海水烧蓝。虽然安尼监督也是伤悬，泡出来第一拢是咸的，互居民无法度接受，所以管仔水开始大卖。Está salado. Y bueno, y ahí fue cuando empezamos todo a usar. Cocinamos con el agua de la canilla, pero café, té, agua para calentar para el mate se hace con agua mineral. 乌拉圭全国上大的水库流量只存正常流速的2.6%，出来水甲盐水烧淡的饮用方法，效果是相关的家用电器损坏。有的人也烦恼啉这种水会破病。乌拉圭境内有60成的国土，防判定是严重科化。那这摆极端科化会发生除了气候变迁，也马上河南的过度滥困滥燥，也是互科化加重的原因之一。Se debe que Aguascorrientes reciba menos agua dulce que antes, que no ha llovido. Entonces no se han llenado ni la reserva de Paso Severino ni Canelón Grande, que 科化结果也造成以农业为主的乌拉圭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乌拉圭政府预测，这摆科化会予乌拉圭今年出现18亿美金的经济损失。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市人口180万，占全国的一半。居民过去几礼拜拢是买管仔水来用，也不过对弱势民众来讲，就真艰苦。乌拉圭目前的水质也无适合有心的人，甲有高血压、心脏病、甲腰子病的民众来啉。表示政府需要紧急弄井找水源，避免更较大的损失。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剧有真侪人爱看，不过未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无新片通看，因为即阵已有真侪工作人员拢咧罢工。亲像编剧是5月初2开始罢工，到即阵已经2个月啊。即阵演员工会嘛可能会加入，因主要要争取的是有3项：第一，就是限制 AI 进入演艺行业，阻止 AI 抢因的工作、侵犯因的权利；第二，就是要求这影音平台若是重复放送因的作品，就要纳钱互因；第三，就是这基本福利超袂好势。所以讲，即阵已经有超过300个演员发表声明，讲要做伙罢工。像即寡出名的演员，拢伫咧名单内底。哈利有正人办电影《芭比》，12日伫英国伦敦举行欧洲首演，演员拢有记者追问一个同款的问题：哪种工会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名的谈判破裂，你敢要加入罢工的电影？Yeah, absolutel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un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有18万会员的美国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佮代表迪士尼、Netflix、Amazon 佮 Apple 的电视制片人联名，还约12到期。因过双方伫薪水、福利佮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使用有真大的出入。若阵袂当伫谈判期限进前达成共识，也是延后，安尼继续小摊2个月，编剧工会罢工了后。这演员嘛会联手退出戏园，到时2大工会联手罢工，这就是好莱坞自1960年以来头一个出现的闹热摆。And having the solidarity of SAG is actually going to let us also make a real stand against these studio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able to really reach, but with the actors' help, we will be able to. 美国演员工会300几个成员已经写配予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鼓励因唔通和解。大牌影星 Jennifer Lawrence、Meryl Streep、Jane Fonda、Lily Tomlin 这寡人，拢讲因会参加罢工。计划若是实现，各大片像电视网、串流平台所拄到的，若是这2个月来节目一直停播的场面尔，是电影全面停工，所有摆好的宣传全部取消的恶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通货膨胀是降到这2年来上高价，带动美国大起。不过目前通货膨胀的比率也阁超过2%，这嘛代表讲联准会这个月有可能会阁升利息。美国劳工部拜三公布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对5月4%降到3%，核心 CPI 嘛对5月5.3%落到4.8%，两个拢比预期阁较低，表示联准会对压制通膨有重大的进展。嘛，鼓励美国3大指数规个起来，纳斯达克指数是大起1.15%，是起甲上侪。
The markets today are being driven by the good CPI print this morning. I mean, we were anticipating something that was going to show a good bit of progress, and what we got this morning was even better. 虽然联准会官员顶个月无明讲，但是指今年后半年有可能阁起利息2摆，但是分析认为讲，物价即马已经明显回稳，美国起利息应该得要结束啊。另外，通膨创2冬来上低，毋若股市是规个欢喜价，民间嘛感受到景气是转来啊。以汽车业来讲，即马车价格无阁起，是一堆人在买，业者已经开始补库存。Cars are on the lot. We're starting to see you can get that car in the color you want, the content you want. You might even get a test drive this year versus last year where you were buying it sight unsee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ce still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hard. 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膨率同款是比联准会2%目标搁较悬。专家认为讲，Fed 7月后半个月嘛是会调起利率，但9月可能袂搁震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阿根廷钱变薄的状况真严重，因国家的货币比索是已经无值钱啊。所以讲有真侪厝头家咧收厝税，干那收美金，唔收比索。而且因为阿根廷的政府限制这厝税一年上介济，干台当起1%。不过物件价是翻倍咧起，根本就袂好。所以讲有真侪厝主是规气无爱租互人，害真侪有需求的人真歹找厝。33岁 Martina 是一位学者，翁婿是电脑工程师，就算收入袂较歹，这对阿某也是真歹找到厝通住，只好暂时带囡仔搬转去甲爸母住做伙。Y cada vez ese valor le fue ganando más a nuestro salario, entonces ya es como bueno. Uno de los dos sueldos tendría que pagar el alquiler e ir viendo. 同款是伫阿根廷为纽西兰来遮工作的 Larson， 真简单，就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一间条件真好的厝。If I was flashing in London and paying the price that I'm paying here, I'd be living in a shoebox. But here I can actually live in my own place, have my own space and everything else. Larson 会当伫阿根廷住甲遮舒适，上主要的原因，因为伊是用美金来付厝租。阿根廷这2年来通货膨胀的情形非常严重，国家的货币比索的价值直落。专门伫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即马完全无厝头家要用比索来收厝租，所有的厝租拢要求爱付美金。所以，若想要说厝，真侪人就只好去乌市将比索换做美金。另外一方面，因为阿根廷伫2020年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厝头家每年的厝租上最敢若会当起1%，而且契约至少爱拍3年。这原本是为着保障厝卡的权益，但是即马所变做真侪厝头家甘愿互厝空咧遐，嘛无想要了钱税人。Desde el punto que en un año no puedes hacer un ajuste cuando tenés una inflación actualmente alrededor del 130%. 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就是因为会当税的厝太少，所以便若有空厝要税人，相片一打出来，随就去互订去啊。O sea, te preguntan la posibilidad de poder reservar el departamento sin ni siquiera verlo. 阿根廷的学术研究单位讲，这是阿根廷的房厝市场30年来上介严重的危机。政府必须要赶紧想办法稳定经济状况，同时要刺激鼓励房厝的市场，增加供应量，才会当解决伫家己的国家煞无法度用家己国家的货币来税厝，有钱嘛无厝通税的困境。记者甘恩恩编译。荷兰小姐选美今年的冠军是一个下性别者瑞奇科勒，伊是行出去红霸凌的乌影，未来阁要代表荷兰竞选全球小姐。这几年多元性别的观念是愈来愈普遍，这选美的比赛嘛开始出现一寡下性别的选手，亲像这个西班牙小姐庞赛，就是有史以来头一个竞选全球小姐的下性别者。也就是美国甲波多黎各嘛，拢有一寡下性别的选美选手。Miss Nederland 2023, Ricky！ 欢喜甲记载袂调，头顶有关的是22岁跨性别女性 Rich Coren， 这个月初月伫2023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摕到冠军。伊是94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的跨性别者。Yeah, I felt really accepted during this traject. We were like a group together. Afterwards, I won the crown. Sadly, not everyone gave me congratulations with my victory. I think that's really sad. 可乐讲，伊逐工伫 Instagram 看到最受分的信息，甚至甲威胁，互伊感觉真震动。虽然伊的动作无看，互家己尽量干那看好的所在，不过游玩对伊是真大的负担。刷来可乐代表荷兰参加全球小姐比赛，若阵会当阁摕到冠军，伊就是头一个跨性别的全球小姐。
就准是伫相对多元开放的荷兰，跨性别者犹原面对来自社会每一个所在的恶意。罗西亚的环境对因来讲更加艰难。当地去年通过法令禁止人民宣传 LGBT， 最近佫推动禁止改变身份证的性别，甲去做任何性别改变的手术。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ый закон, это закон, он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 людям оказывать медицин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это в чистом виде фашистский закон. Я не могу его никак по-другому назвать. 跨性别团体忧心，当政府限制对跨性别者的医疗资源了后，乌市就会出现若计小贵，品质嘛无法度保证。另外，因嘛认为政府的做法是公开带头歧视 LGBT 团体的烦恼法案通过了后，恐惊让跨性别青少年更加无助，甚至致死自杀案件增加。公视新闻张如明编译。微博太空条件翕到相片，头一批去年公布出来，到即阵是已经满1年啊。所以讲，美国的太空总署是公开一张宇宙的相片来甲斗庆祝，这内底翕到的是50粒星车诞生的画面，咱做回来欣赏。The Rho Ophiuchi Cloud Complex, a small star-forming region, is located 390 light-years away, the closest star-forming region to Earth. A chaotic scene resembling explosions frozen in time, this new image from NASA's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displays a field of about 50 young stars. 伫会当看到的光度之下，一个看起来像乌色的躯壳，以微表吊镜灵敏的机器伫红外线之下将伊呈现出来。微表太空吊镜所翕的太阳星诞生过程的细节是以前所无的杰作。Meaning the light that we're seeing now left 390 years ago. So on Earth, that was about 1633, which was coincidentally the same year that Galileo was going on trial for show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Earth going around the sun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I look forward to even more amazing discoveries.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know we'll be doing is looking at planets around nearby stars, exoplanets, to study their atmospheres to see if they might be capable of hosting life. NASA 表示，微表太空吊镜2001年底伫发射圭亚那发射升空，出任务的第一年就表现互人侮辱，伊展现出有能力做到当初科学家建构伊的时所有的能力，佮由总统拜登2022年7月11公布头一批吊镜翕到的画面。公视新闻吴伟明编译。1995年，卡西尼探测器发现讲，目前3粒卫星顶悬可能有水，这就代表讲生物可能会当伫遐生存。所以讲，即阵欧洲太空总署就发射一粒目测冰月探测器，要收集卫星数据。毋望讲是会当判断出即个卫星人类敢有法度大。欧洲太空总署的目测冰月探测器简单叫做就是由亚利安5号火箭载的为法属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升空，按算用7年时间，也就是伫2031年到目前轨道，会使目测的3粒卫星，也就是盖尼米德、卡利斯多甲欧罗巴，过程收集太阳系上大的行星卫星，也就是盖尼米德的主场数据。JUICE is not in itself designed to look for life on an icy moon. But if we're going to find life else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chances are it's going to be underneath the ice, if there is an ocean underneath the ice on one of those moons. So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to look. 火星甲目测之间有一条动结线，科学家认为动结线以外星球无甲可能有生命。不过上新的探测发现显示，这冰冻卫星地层可能有水分，就是探测任务锁定盖尼米德，研判是不是适合生物伫遮大。The moons themselves, we want to try and understand what their interior structure looks like and whether the ingredients for potential habitability are there. But the other reason that Ganymede is so important is that we think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Ganymede is a whole new class of body known as a water world. 就是探测器到盖尼米德了后，会启动太阳联邦甲助力期，这是针对第一摆近距离收集目测主场系统资讯。负责设计助力仪的伦敦帝国学院表示，探测任务会提供盖尼米德是不是有液态水、甲热源等4项关键的资讯。So carbon, nitrogen, methane. What that will tell you is that the conditions are there for bacteria
to be able to form. So we know in the deep oceans on the Earth, there are hydrothermal vents where organic material and bacteria is found. That could be what we think is going on at Ganymede. 科学家表示，只是探测任务，只有观察甲收集资讯，因为无法度掌握盖尼米德的地形甲地表状况，即摆也讲袂到什么时阵定律。欧洲太空总署同时要启动2项探测计划：2026年柏拉图号探索其他行星周围的类地球行星；2029年艾瑞尔号要找找太阳系以外星系星球。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话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